徛台湾看世界，来看中国的北京再度爆发着新冠病毒的疫情。参中国流行病学的专家拢讲，北京即届疫情互人意想袂到，状况是不止啊严重。即摆上重要的是控制疫情，而且查看感染的范围到底有偌大。北京当局嘛来宣布，整个北京市区来进入着作战的状态，每一间家户拢爱做体检，尤其是有去过疫情的源头，也就是有去过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20万人，随下随下拢爱清查。在工作人员的指挥下，真侪北京市民来到体育馆接受新冠病毒的检验。我肯定担忧啊，坐公交车啊，我现在班都不想上了，我肯定担忧。中国首先知道北京高传出新冠病毒确诊的案例，当局宣布北京全市社区封控进入战时的状态。所有关卡24小时拢有人伫顾恢复体温的检测，居民的出入拢要提出证件。文化、娱乐等等室内活动场所暂时关闭。首都疫情形势十分严峻，我们要充分认识到首都疫情防控的长期性、复杂性和艰巨性。全市各社区嘛展开全面的调查，透过打广告、上门查询、电话联系等等各种方式，调查5月30日以来捌去过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人员将近有20万人，并且以社区为单位就近安排核酸的检测。爆发疫情的新发地批发市场是供应北京将近90%的食品，被形容是整个北京的菜篮。目前通道有人伫顾，禁止车辆的进入。当局已经紧急为外地调运青菜到北京，保障生活必需品的供应。